過去10年，中國崛起，中國泱泱大國。舊年12月底公布嘅數字，話中國嘅外匯儲備係去到33萬億嘅美元。我就唔明點解香港政府要似乎將中國形容成為好一個落後嘅小國，由山寨往嚟管理嘅。哇！而家發生天災人禍添啦嚇，我哋呢就話一定要送上溫暖，如果唔係呢，災民係完全冇得救嘅。中國缺乏嘅唔係錢，中國缺乏嘅係廉政。李司長話：我哋要送上溫暖，我哋要送上人情，我哋要送上血濃於水嘅感情，可以理解。但係你亦都最後提到話，希望大家信任香港政府以及當地嘅政府，就係信任呢兩個字啊，係信任破產啊！如果我哋咁樣捐款，係益咗啲貪官污吏，真係要捐。我個人亦肯定，我最相信嘅救援機構，真正嘅救援機構，唔係淨係講慈善嘅，叫做無國界醫生。我會自己去捐，我就唔使香港政府慷香港人納稅公帑嘅錢之慨。你話政府將會有監察，喺文明社會最好嘅監察係第4權，即是新聞界。我請司長睇睇今日明報嘅頭版頭條，話點樣 ICAC 當年嘅頭係自己其身不正。你再睇睇蘋果日報今日嘅頭條新聞，話我哋點樣捐錢俾一間學校起咗，哇！拆出嚟而家睇到冧啊，裂晒，入面係發泡膠。你係點樣向香港當時嘅善心2008年汶川嗰一次嚟交代？我哋係應該去到230億嘅嗰一次嘅捐款。傳媒嘅監察，我哋入都入唔到去災區，隨時俾人打嘅記者監咩察啊？你話俾核數師報告，有幾多人相信係北下南來嘅數字？